美国即马嘛，原来无改平静哦，全美各地拍算要伫咧当地时间6月14来发动无爱国王日的示威。那地方政府有部署警力，要来防止示威活动演变做暴力冲突。另外，大约200个陆战队员嘛，已经到洛杉矶了。到位以后，有暂时来拘留一个民众。 陆战队员紧紧跳落楼梯，举倒手警戒，会当看到距离伊无远的所在，有另外一名陆战队员当咧拘留一名民众。全美国团联的无王日示威，特别伫当地10时举行，包括纽约市甲发生示威活动过6天的洛杉矶市府，拢配置远景防范示威活动转作暴力冲突。洛杉矶阁有差不多200名陆战队员，伫透早到当地了后，接管保护威尔士的联邦大楼，刷到着一名查甫人，技术要接近大楼，就进行临时拘留，交予国土安全部的职员处理。了后，这名男子就获释放。 Because I went past the yellow tape. The first time I went across under the yellow tape just because I didn't want to go all the way around. They told me to basically go back. I went back to the first checkpoint, and that's when they thought I was basically trying to do this again and become more aggressive. 大学表示，陆战队误会疑似抗议者，才会进行拘留。美国军方嘛证实，这是暂时的部队进入洛杉矶了后执行的头一届拘留行动。因为美东时间10时，除了有无王日示威活动以外，华府的宪法大道嘛举行美国陆军建立250周年的纪念活动阅兵仪式。13有部分的抗议者冲破围栏，无顾警察走动，走去国会大楼，要求取消阅兵游行。 Money for people, not parade! Let's say stand up, military stand down! 各部分抗议民众是用电动出版车伫洛杉矶马路走来走去，协助扣抗议活动产生的本数，这嘛加做抗议活动内底另外一款黄金。I just hate trash. Just because we have trash for a president doesn't mean we got to live in trash. 国视新闻，但是同朋友。